听众朋友，又到安尼快乐的时间、健康的时间了。玉梅老师教大家做乜嘅动作呢？要大家分享乜嘅呢？做安尼上半身的关节与身体，安尼手掌啦、手腕、手肘、肩胛骨。好，你讲安尼翻身去我后背拿一下东西，好，可能就冇办法挖的，身体就挖唔够的，好，手咩係好出唔出的。故说呢，玉梅老师呢，会慢慢的哈，教大家，好，乡亲朋友共下来做哦，哈，安样的竖起起来冇问题，哈，安尼样的做，留给安尼上半身的手哈，更加成发，哈，人家体呢通常呢，就练哈，安尼练手哈，慢慢的吸气的时候，手慢慢的开出去，好，慢慢的上来，好，慢慢的松呀。松手腕、手肘、肩胛骨哈，松好些哈，然后个手不用到肩头后背呀，好，做手不用到呀，好，吸气，好来上来，好，吐气的时候向右边，右手向左边来一下，好，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，好，人家手要弯转来去哈，那弯到安尼要存出来，好，你再慢慢的吐气吸气。好，吐气改到哦，好，慢慢的存进来，好，不用轻松，好，存出来，好，个弯手咯，做手，好，弯曲手掌，要手哈，不用咯，让爱手掌呀，吐气，好，得了，停到呀，头呢往后推一下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来一下，让个。左边的肩头来一下，然后肩头的肩头停到呀，停一下哟。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，好，慢慢的一只数走哈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不用轻松哦，好，吸气，好，个人讲啊，特别讲莲花手，手腕、手肘、肩胛骨不用轻松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放松，不用下来。好，不用下来放松啊哈，然后两只手向下，手肘，好吸气，好拿起了，不用了呀哈，抬头挺胸，好抬头挺胸哈，向右边来一下，好慢慢的吸气转来，好左边来一下，好慢慢的吸气转来，好停到呀，然后肩头的肩头啦，手肘啊哈，数下头哈，我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不用轻松，好，做好些，向前面做好些，慢慢的，好，扩胸，好，吐气，不用轻松，好，也系手向东方的方法哈，也手向后背咯，向背后背样嚟做呢，好，玉梅老师来教大家哈，先向样啊，看一下，看玉梅老师的后背啊哈，当然哈，手不用多呀。好，就冇办法挪上去的，那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上来，上过呀哈，好，也许那你就冇办法了，好，你所以要右手哦，帮忙呀，好，慢慢的呀，搬起来，好，搬起来到呀，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头去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。好，搬到呀以后呢，来帮助佢当放松的哈关节，好，那个手腕、手肘、肩膀全部松用起，不用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吸气扩胸，好往上，好松手肘、松手腕、松肩膀，好慢慢往上，压住嘛呢，好右手跟左手见面，好，然后佢见面了哦，慢慢的，安尼来到呀，停到呀。哦，安尼表示呢，人个肩头、肩胛骨，哈，也都是健康的，是灵活的。但是做唔到的话呢，你不用担心，哈，可能当然是安尼，来唔到，当到哦，乡亲朋友，你思考呢，人数的长度多难，没有关系，好，没有对，没有错，总会讲你长期的姿势，好。慢慢的呀哈，玉梅老师搞太感哦，等候的方式，好，用一条毛巾哦，用一条巾呢，然后你吞数，好，一条巾呢不用了呀，好，
你看哦，你张开四个哈，好，你按呢，天数，好，你就停，好，你可以上下，来下来，来上去，来下来，来上去。那你天天的做呢，就会让人上半身的关节与腺体，上半身的人手掌啦、肩头啦、手腕啦，哈，慢慢不用放松，你慢慢做哈，你不能毛巾当床哎，好，你就可以毛巾就变一般，你这毛巾就可以，也给内就可以变一般，好，一般你就可以来到没，好，安尼就慢慢的进步，慢慢的进步，进步到你可以讲唔是给内。好，最重要係做到要停留，好，停到呀，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好，鄉親朋友，其實一道動作啊，坐到人頂嚟行，人家個個頂嚟咩好哈，啊，玉美老師因為有練瑜伽，一個姿勢很多金剛跪，好，一個姿勢咩係對下半身呢，人嘅膝蓋、膝關節、髖關節有動態幫助。好，慢慢收后去哈。好，不用强松，吸气。好，同样啊，手腕手肘肩膀哈，你讲啊，个莲花手下来，1、2，慢慢的用强松，3、4，那转呀手腕手肘肩膀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好，吐气，好，毛巾张变下来，一下一片我动顺，顺圆起呢，安样啊哈，你知道那个，好，甩一甩，动一动，不用强松。好，当然吸气的时候，好竖过来，好慢慢的反过来，刚好没向后摆哈，一下向前面，好反方向哦。所有的动作哈，有一个正一个反，好你就不用样。你发现冇？所有的那个这个戴资颖呐，哈，羽球选手啦，哈，个棒球选手啊，篮球，所有运动啊用到输的人，你看电视。你所有看甲教练哈，一天都很比做安的回复动作，好，你是一天都做安的回复动作。之前一美老师有教过人家安尼回复动作做好些，你讲他松容的，你就可以来到呀，因为你就可以做人家手产胸哈，好，我说也系一个基础动作，好，慢慢的不用强松，吐气，好，做数做完有数做，大部分的人哈有数较困难。好，因为向前面较简单，大家就做得到，有冇？向前面大家就做得到。好，向后背就较困难咯。你看，大部分的人，好，向后背就会同样安尼，一滴来天天，安样个身呢安尼。哦，安尼就动痛的啊，就冇办法的啊。你说轻轻的，好，轻轻的，好，轻轻的，好，停到呀之后哦，慢慢的停，你感觉佢，慢慢的吐气。啊，就当做讲做唔到嘅感觉啊，哈，好做数呢，老人嘅手掌一片扳过来，好，你扳过来，你也就攞佢挪上去，好，攞佢卡松的位，好按呢，好，你就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吐气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同志们用啊，我讲哦，一只动作哈。因为一美老师20岁个哈，最早去做美容诶，然后人指压按摩做面呢，好做到我手全部舒爽诶，好冇办法一出力咩，按摩一出力，我就去做呀个动作做好诶，好，故说我特地去印度学瑜伽啊，瑜伽老师、瑜伽上师啊，就让我讲多做安尼动作，好，安尼咩看唔会弯腰驼背，好，你做好些同样啊，做数吸气，好往上。同样哈，参加下同样安尼，2只手来到了，好，同样来2只手来到，跟下这片，因为老师本看后背也本看前面，一个手上，一个手下，好，做好些同样啊哈，慢慢的打开来，好，慢慢的放松，好，一只手右手哈，因为用右手哈关系咩，平常都右手向前，右手太家就较有力，左手就较冇力。嗰個做好嘢，不用強鬆嘢，你記得，好鬆一鬆，放鬆，甩一甩，不用強鬆，鬆，好，然後呢，讓人家手同樣一攞佢做反方向，加係唔係安尼，好，安尼較容易做，安尼較不容易做咩？嗰時你做過以後，在我們手上哈，安尼同樣手哈，手指頭也要做一下，眼膜上面要做一下，吐氣，同樣給掉下來。
一美老师也和老你讲诶，上半身呢，之前有手腕、手肘、肩胛骨分开来搞咩，然后就全部合起来，看哪个柔软度有进步嘛，就会做一下这动作，这样后背这样胸用按呢，合起来，慢慢的，你挺多呀，慢慢的头吸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这样胸用上下上下，不用强松。不用强松以后打开来，吐气放松。记得咯，毛巾是一个动好的方法。这样开始呢，可能有事做事交到较难。故说你平常时候，因为老师放起来了，开放起来你按呢，你行路的时候，去公园散步的时候，你看电视的时候。你讲，因为老师很多生活瑜伽，最近树长右片左片，这样开始动到尤其是南美人生来的，肩头动盆啊动很，这样做得安尼天天，冇相干咯，你就慢慢一点嘞，冇就像因为老师讲的，单数，单数没唔怕，慢慢的用杂数，你试验你用这书页你会进步。你看到那呢，安尼看电视，安尼太感人，打嘴鼓啊，你公园了啊，你说安尼，就安尼就会看唔会驼背啊，有简单冇？很简单，唔会做冇？唔会做，为什么懒惰难死啊？冇养成习惯。故说呢，因为老师同大家分享讲，养成你的好习惯，抬头挺胸，又懂简单，你说安尼老大家打嘴鼓，去请隔壁邻居聊天，你就用安尼姿势，你们可以做老师哦，你们可以老人隔壁邻居也好朋友，老人家大家打嘴鼓，讲哦，我看给一美老师搞瑜伽哦，用安尼方式，一下按先撩一下哟，调呼吸，深呼吸，休息一下，不用强松。看见没有？接下来呢，做给牛面式的下半身呢，给安尼脚趾头啦、脚关节啦、髋关节，所有的安尼活化故说你看一美老师安尼。一只动作那么金刚鬼，你看到日本人有嘛你去日本看到当到日本的欧巴桑啦，记得你去传堂啊饭店，比如开店讲欢迎光临，日本话我唔要讲了意思就是也安尼动作迄对给脚掌，脚掌大概系没用按行路，开店系没用呀，都天来下，故说呢，伢老接练习金刚跪，唔是伢呢水泥地啊、瓷砖厅啊，你说有个地毯啊、瑜伽垫啊，看远的地方你看英美老师按你跪的，慢慢的你说老伢嘅脚拿起来，按摩伢嘅脚趾头，当酸啊，唔过当舒服啊，因为你说按你。平常还没安尼法，你就会知道讲硬高安尼，当然冇办法安尼做啊。慢慢的安尼，你就安尼停到呀，慢慢的头吸吸气，吐气，哎呦，当酸哦，你就不用下来，不用强松，慢慢的一只脚抬起来，刺激佢，这系刺激两个脚的末梢神经，刺激佢，按摩它，慢慢的头吸吸气。吐气，你就停到呀之后先从下背开始做起来，你按你松懈慢慢的不用强松，这样可以放起来，可以放起来呢，都不卡呢练习，慢慢的练习安尼，头吸深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你头吸你记得吸气的时候，也给所有的宇宙能量大自然的能量，头进去都是会稍稍的它抬起来，吐气的时候，你都是慢慢的一滴滴的吐气顺进去，
好，故说你说吸气吐气，好，慢慢的练，慢慢的练。好，按你差不多行通有问题，就有便秘呀，哈，哎，你平常偏瘦较困难的，你可以较接地位哈，用金刚骨。你看头病人哈，双偏瘦用骨的有冇？就较冇便秘的问题。一下全部用坐垫啊，动舒服啊，安尼，就动到人偏瘦有问题的。好，故说金刚骨可以帮助你，好，动态的一种按摩下半身。好，各位下一个动作呢，放起来，好，然后放起来呢，要做蝶膝式，好，脚捞脚叠在一起，右脚伸出去，好，飙出来，好，叠到左脚打开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你就坐下来，坐到天来哈，你脚叠在一起，好，你说按呢，好，你慢慢的挺到呀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吐气，按你呢，你按你交叉交叠呢，你说哎，两个脚的外面的胆经呢有够柔软，够你脚踝，你就挺到呀哈，慢慢的吸气跟吐气，好，你上半身慢慢的下来哈，呀，颈头会来到很开深入啊，慢慢的吐气，两个下巴不用到两个膝盖上，好，慢慢当吸气上来，好，有的人讲老师按你坐唔下，用个啥没有问题，好，你说按你，你脚两个按你嘛，个肛门括约肌顶住你的两个脚跟，好，你说按你坐上来，按你坐上来呢，你脚哈平常做些。用行路啊，哈，水木啊，运动啊，都是打开来的。你交叠的时候呢，人家个骨盘呢收缩，好，各位人家个规个下盘哈，这样唔会按你规个扩散扩开之后嘅，人身体会较紧实。假使讲还在做唔到的话哈，你有一个按你瑜伽砖、瑜伽垫没空样，好可以，好，你打开来，不用多呀，你坐垫。按你就会丑脏脏，按你这边动吃眼愁，好，不用多呀，吐气吸气，吐气，有很多叠膝式，最后讲两个脚趾头哈叠在一起，就是按你手做的按你啊，脚没做的啦，你那手脚就做的按你叠在一起，你就会变得神翻咩，好，你就挺多呀，同样吸气。吐气，那当橡树哦，当橡树有种感觉，当橡树反地吸引力的感觉。好，人家是讲哈，要加强它深入的时候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上半身往下，不用强松，然后两个胸好靠近大腿，慢慢吐气，好，挺多呀，好，再慢慢的吸气，好，慢慢的上来，好，挺多呀。哈，呀，安尼通常呢，迄对安尼个熟悉，哈呀，抬高骨，哈，脚趾头迄个圆形的运动，佮加柔韧性，哈，佮加骨质密度，都有动态帮助。好，佮慢慢的做好去个，好，存出来，好，存出来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胸部扩开，吸气，好，吐气时候，好，从多呀。抬高骨呀，慢慢的前弯，你手看下手离开脚，可以结眼的，手来下床头还来下床头的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你就挺多下前弯，好，挺多下来后背镜头来开来，人家哈唔要老记叠在一起，人家来开来，慢慢的吐气，你就挺多下，他口液发你就老记额头往下，好，慢慢的再吸气，好，慢慢的上来。好，这样松一松，好呀，个蝶膝式呢，要看到一步来哈，好过来啊，也还能够弯片了哈，加下按迄右脚到后背呢，也下左脚，一天呢有一个哈，右脚在上，哈，弯后叶，左后叶就弯左脚在上，好，两片的交换，也下左脚了哈，你看到吸气来出去，哈，要右脚，不用了呀。左脚不用多呀，好，慢慢的坐下来，按你是蝶膝式的咩？好，那你身体就全部就可以，规个安尼嘿，然后就坐上来，好，吐气，挺多呀哈，吸气，你身体来出来，
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要强手。好，多呀，你这前弯哦，那瑜伽前弯哈，会让你的心更谦卑、更柔软哈。你就慢慢的降下来，停留，慢慢的上来。同样哦，当到乡亲朋友会讲，老师师傅冇办法坐到地上啊，用个身哦，记得吼，一个枕头咩好啦，哈，一个静坐垫咩好啦，所以一堆部位咩好啊，浴巾啊，哈，十点咩做得哈，你就拿起不用多呀，一小，好，安尼你就较好坐，你发现冇？安尼人个身体就会较侧，好，身体就会规个就会整个脊椎啊，慢慢就会顺，挺多呀。好，慢慢的这样吐气，同样啊哈，慢慢的前弯，慢慢的前弯，好，身体慢慢的下来，慢慢的下来，好，停到呀，好，吐气一下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好，从上来。乡亲朋友，莫看呀，按简单的动作哦，你第一时是，当时有机会哈，当时有机会讲人个脚趾头，好，做得安尼全部。叠在一起，你全部可以啊，行路啊，好跳舞啊，爬山的呀，你一定是按内挺痛嘛。你按内发哈，我让人家骨盘收缩，刺激人家髋关节，人家胯骨质密度，好。然后玉美老师我转过来了哈，跟本太家看，同样按内做，好，先做暖身体哈，先做暖身体，你就可以金刚跪的时候，拿来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。好，按你看可以按呢，停到呀，也喺练动就这样做的啦，喺冇会纠结啦哈，转过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你这做动作的时候啊，可做得越来越神快，越来越神快。好，你做那个动作，你就，好像我讲啦，乡亲朋友，做练瑜伽的时候哈，疼身体的啦。好，身体酸软啊、痛啊，做得弯啊，做唔得弯，你就疼身体的。好，你练到后半呢，身体就疼呀，你左转右转向上向上向下做得。好，也还玉美老师呢，做个牛面式的完成式哦，竖老脚，好，胸下好。结合在一起，你就发现讲哦，头半年印度人的智慧真的不可思议啊！哦，那个动作其实可以按你设计出来，好，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健康。好，也按照从金刚跪开始啊哈，从金刚跪开始，从好左脚出去，哈，往前叠在一起，坐下来，好，坐下来，好，各位呢，叠好以后呢。数之前一美老师有教我讲，那数啊，你看对大家来讲哈，有一个瑜伽垫，好有一个瑜伽砖，较舒服的哈。你坐上来以后，全部坐上来以后，同样啊哈，吸气，好，手打开来，一手上一手下，右手上左手下，放松，好，按呢，举起来，好，举起来。哦，也做迄牛面的，给安尼瑜伽姿势完成安尼，听到呀？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那可以慢慢的前弯哦。好，你就给它加强哦，加强动作。好，慢慢的横起来，慢慢的加强，胸挺起来。好，慢慢的。完成喽！吸气，打开来，好，往上，好，吐气，让放松。好，乡亲朋友有胸下做冇？哈，也通常呢冇标准，唔怕冇乜个标准动作。好，主要就是以你自己的能力，好做几多算几多，做健康几多。好，给牛面式上半身、下半身呢，给动作做到了，大家能做到当好哦，继续每天锻炼，安子噻。